全球人口老化，20年後全港有36%嘅人口係65歲以上嘅長者，促進銀髮經濟成為政府嘅新課題。咁近日公布一系列措施，由各方面推動銀色消費，其中一項係喺展覽之中加強銀髮經濟元素。1年1度嘅家居博覽隨即設立樂齡館啊！展銷呢就係專為長者而設嘅家居產品同服務，例如係智能家居、健康護理、無障礙裝修設計等等。咁推動銀色經濟嘅同時，吸引業界設計同埋發明專屬銀髮一族嘅家品，都有助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。今次嘅家居博覽新增有關長者專區，主攻銀髮一族。咁我介紹下，因為其實呢張咧就係離床偵測系統嚟嘅，咁咧就內置咗 AI 嘅。咁主要功能咧就預測長者或者病人，即係有需要留喺張床嘅，佢唔離得床嘅，我哋就會預警佢離床，就通知翻相關嘅同事，就會作出翻反應咯。咁就其實佢就呢張床墊咧，灰色呢張咧，裏面就好唔同部分有感應器嘅。咁我可以示範下咧，佢點樣操作咯。跟住，譬如我當我瞓咗喺度，咁咧張床咧就會知道有個人瞓咗喺度。咁我當起身啦，準備坐喺床邊離床咧，佢就會有個警報，就會響通知翻相關嘅同事嘅。咁其實我哋會有個控制平台啦。咁其實呢個係雲端嘅，咁同埋咧好方便嘅，響電腦或者平板開就得㗎，係一個網頁嚟嘅。咁啊，通常如果啲院舍或者醫院咧，就會放喺佢個工作嗰個 central station 嗰度。咁其實咧每張床響嗰陣時咧，佢有個警報啦，咁就會響佢咁通知翻相關嘅同事咯。咁同埋佢會有相關嗰個名咧，譬如我哋做到可以。嗰病床可以 set 個名，咁可以讀翻個病床個名出嚟咧，咁就會通知翻係邊張隻病床有問題，咁就會加快處理咯。咁唔使個工作人員長期望住個 mon， 咁佢聽到聲就知道邊度有問題，咁啊加速嗰個反應時間。咁同埋咧，呢個咧就其實係因為我哋行雲端同埋 IOT 咧，咁所有嘢我哋都係無線嘅，咁啊可以。個擴充性、個靈活性就會好好多咯。我哋仲有個家用版，咁其實床墊咧就係呢部分咧都係差唔多，只不過我哋就會做一個手機嘅 APP。家用版咧就會通知翻，譬如佢屋企人，咁呢個譬如長者喺屋企離開咗張床啦，咁就會發個信息通知翻佢。咁同埋咧個 Apps 咧會睇到嗰個瞓響度嗰個人咧個心跳同埋呼吸狀況嘅，咁啊知道佢冇問題咯。